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最近流传一段影片，讲美国为着要压制中国发展，超工咧使用台海小舰起冲突。咱台湾外交部是批评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中国的抖音常常放假消息，危害咱国家安全。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有请数位部研究，针对无共平台掠这个 App， 拢爱立法管制。如何诱导台海发生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这支伫个抖音平台顶悬广播影片讲，台海战争背后的中间人就是美国。咱国的外交部大动作来背回和清楚讲，亲像这款假消息，从2021年开始，逐年拢是安尼换步咧改变尔，透过各种网络平台来放送。台海情势紧张的根本原因不在台湾，也不在美国，而是中国威权政府对外扩张的野心。中方实在无需一再以荒谬的论述进行认知作战，做贼喊抓贼。不如个抖音顶悬的认知作战，伊的形式毋哪一种。名称号做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顶悬咧搁放警徽图上的抖音小号，说是分享风景、美食，也是小动物的影片，互警方赶紧的来背回和清楚讲，这毋是官方的笑话，因为从2019年开始，咱国公部门的机关就禁止来下载使用抖音，煞定定去用无用，要安怎来反制抖音危害国安也有治安？行政院伫个去年上届少还有召开2遍的会议，外界呼吁讲，都要紧的提出实际的作为。对于台湾实施这一个假消息的这一个攻击还有做认知战的这个攻击呢，我们希望民众呢大家都能够提高警觉。也请这个数位部呢来做各项的这个评估关于这个不同平台的这个 APP 的下载，那都需要来立法来进行。伫个找出方法进前，敢会当呼吁民众对这假消息都爱提高警觉。不过，抖音台湾的使用用户已经有到520万人，而且有煞咧增加。要安怎莫去干涉到管理言论自由，还佫会当来轰炸中国的盟军？政府都爱好好来做演绎。记者综合报道。